經文：那時有一個婦人患血漏已有12年，她在許多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痛苦，花盡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沒有見效，反而病勢更加重了。她聽了有關耶穌的傳說，便來到人群中，從後邊摸了耶穌的衣裳，因為她心裏想：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，必然會好的。她的血源立刻乾涸了，並且覺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。耶穌立時覺得有一種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人群中回過頭來說：誰摸了我的衣裳？他的門徒向他說：你看，群眾四面擁擠着你，你還問誰摸了我？耶穌四周觀望，要看作這事的婦人。那婦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戰戰兢兢地前來，跪伏在耶穌前，把實情完全告訴了他。耶穌便向她說：女兒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，你的疾病必得痊癒。馬爾谷第5章25至34節。第二，奇蹟不是神話，不是魔術，它絕對要求信德。奇蹟是耶穌宣講天國嘅行動之一。喺4部福音裏邊，我哋可以見到佢施行咗各種奇蹟，其中包括治病、驅魔、增餅、復活死人、大自然嘅奇蹟，例如平息風浪、步行水面等等。其中以治病嘅奇蹟嘅故事係出現得較多。今天所選嘅治病奇蹟，對冇信仰嘅人嚟睇，可以話係似個神話。呢個婦人患上血漏病已經12年，喺好多醫生手裏受咗好多痛苦，而且花盡咗自己所有嘅一切，山窮水盡，不但沒有好轉，反而病勢更加嚴重咗。呢個婦人可謂到咗絕望嘅境地。佢聽到有關耶穌嘅傳說，佢首先相信咗，心裏邊想：我一摸佢嘅衣裳，必然會好。遂走入人群中，然後偷偷地去觸碰耶穌，結果俾耶穌發現咗。如果故事到呢度就完結，咁就真係好似係神話。但係呢個係奇蹟，唔係神話。關鍵嘅敘述就係喺後邊嗰段說話裏邊，婦人站出嚟同耶穌面對面談話，最後耶穌便向佢講：女兒，你嘅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，你的疾病必得痊癒。神話不要求信德，可是奇蹟絕對要求信德。這是所有耶穌施行奇蹟嘅特點之一。福音中充滿咁樣嘅例子，比如復活雅伊洛嘅女兒。耶穌對女孩嘅父親會堂長說：不要怕，只管信，
呢個喺馬爾谷福音第5章36節。又例如治好百夫長嘅僕人，耶穌對百夫長說：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，給你成就吧。馬竇福音第8章13節。又例如耶穌治好癱子，耶穌一見他們嘅信心，就治好咗癱子。馬竇福音第9章第2節。又例如佢使2個瞎子復明，耶穌話：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？是，主。耶穌說：照你們嘅信德，給你們成就吧。馬竇福音第9章28至29節。仲有治好客納罕婦人嘅女兒，婦人，你嘅信德真大，就如你所願望的，給你成就吧。馬竇第15章28節。奇蹟並非魔術，更加唔係神話。沒有信德，奇蹟唔會發生。喺馬竇17章19節，門徒們問耶穌：為什麼我們不能逐出這魔鬼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由於你們缺少信德。另外喺馬爾谷福音第11章22至24節，耶穌話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無論誰對這座山說：起來，投到海裏去，他心裏若不懷疑，反相信他說的必成就，就必給他成就。馬竇福音喺唔同嘅場景同埋脈絡之中，都記載咗類似嘅話。耶穌對門徒說：假如你們有像芥子那麼大的信德，你們向這座山說：從這邊移到那邊去，他必會移過去的。為你們沒有不可能的事。按照耶穌嘅話，信德的確有移山倒海嘅力量。3、奇蹟嘅信仰意義。奇蹟到底係乜嘢呢？從信仰嘅角度嚟睇，佢係天國臨現於人間嘅一個標記，一個啟示。佢向世人揭示出一個新嘅秩序，就係救恩嘅秩序。喺馬爾谷福音當中記載，耶穌喺加里肋亞一開始宣講福音嘅時候，就話：時期已滿，天主嘅國臨近了，你們悔改，順從福音吧。馬爾谷福音第1章14節。天國臨近係咩意思呢？具體嚟講，就係天主救贖嘅能力已經出現喺人間，而奇蹟就係天主嘅救恩能力出現喺人間嘅明顯標記。天主已經來臨，救恩已經出現，奇蹟亦係向世人揭示一個喜訊，揭示一個新嘅秩序出現，啟示出救恩嘅好。瞎子要睇見，患病者得痊癒等等。喺創世紀第1章敘述天主創造萬物完成之後，天主看了他做的一切，認為樣樣都很好。創世紀第1章31節。奇蹟係耶穌宣講天國來臨嘅一部分。佢要話俾人聽，耶穌嚟到
係為要將我哋帶到一個新嘅境界，喺嗰度樣樣都很好。耶穌所行的各類奇蹟，都是向人顯示這個新境界、新秩序、新嘅創造。喺嗰度，人不再受各種痛苦嘅煎熬，天主與人永遠同在。是人。